同耳鳴有關嘅物理治療有邊幾種呢？第一係頸椎鬆動同筋膜嘅放鬆，治療師會檢查你頸部嘅肌肉同埋關節嘅活動度，用手法鬆解開緊咗嘅頸椎、胸鎖乳突肌同斜角肌，改善頸動脈嘅血流，令耳仔食到氣血。呢個方法對頸源性嘅耳鳴都特別有效。第二，顳顎關節嘅調整，顳顎關節同中耳只隔一層好薄嘅骨，如果咬合不正，成日磨牙，口張得唔均勻，就會拉扯到耳仔入邊嘅結構，令到壓力失衡。透過手法矯正同肌肉嘅放鬆，可以令到耳壓穩定，耳鳴減輕。第三，姿勢訓練同自律神經嘅調節，長期坐姿唔好會令到個頭前傾，頸背嘅肌肉繃緊。我哋會教病人做一啲簡單嘅伸展，配合深呼吸同放鬆嘅練習，將神經系統由緊張調節返去平衡。對於壓力型嘅耳鳴特別有幫助，因為自律神經穩定咗，耳仔嘅聲音就自然會細聲啲啦。